隆重兄弟姊妹在阿妹度好，祝大家平安、健康、歡喜、快樂。呢都係一間人是有嘅，一間要歡喜要快樂，都係人只係按照要人生了呀。一間要進步日，都係一間嘅日子嚇，因為少咗後日、一年、兩年、三年，一間5啲係一間日子嘛。要進步日嘅日子，一間就係歡喜，就係快樂呀。因為到一間前面一間5啲，但係呢，因為一間嘅日子一間5啲，一間人生世間你喺度都幾十年光景呀，每一年要來，但係要離開呢個世界。嘛，今日今日嘅日子，一間就係一間嘅機會，今日嘅日子就係一間嘅快樂嘅日子。嘛，今日一間係講要乜嘅問題，一間要乜嘅困難，一間就係請上帝，請無上帝，一間快樂嘅一間，一間得到嘅快樂。得到嘅歡喜，我嘅聖經講出希伯來書13節樣講到，còn hành要進步日啊，今日嘅日子，còn hành要今日嘅日子，切格要聽到呢個福音，切格嘅心唔好變硬心，切格嘅腦思想唔好變硬性，因為到福音講，切格要進步日，切格聽到就係切格嘅機會，而家唔好硬心。唔望硬性，謙卑打開心嚟，相信耶穌基督，即刻嘅救主，因為佢上帝來了世間，死在十字架，為了即間人嘅錯，為了贖即間嘅人嘅罪，即間要根本要聽到呢個福音，即間唔望硬心，唔望硬性，打開心嚟信任嘅接受嘅，即間得到永久嘅生命。但係呢，因為我嘅經書講，在呢個使徒行傳第42節咁樣講到，呢個拯救在天下世間呢啲，冇一隻人有本事嘅得救，除了在耶穌基督嘅名，就有本事嘅得救。在天下世間呢啲，冇一隻名有本事嘅得救，除了在耶穌基督嘅名，就有本事嘅得救。但係呢，因為到呢耶穌基督都本佢嘅上帝，佢來到世間。佢死在出世，死在十字架，3日因係佢焚生，佢為了咩嘅呢？就係為了佢嘅愛安排對世界世界嘅人，嚟使相信佢啥得到永久嘅生命。嘛，咁樣嘅提醒講，要根本一聽落呢個福音，世界出嚟謙卑，去打開心嚟信任佢，唔好硬心。唔好硬性，打開心嚟接受佢，因為要根本一聽到，就係呢個機會；要根本一個聽呢個福音，就係根本一個機會嚟接受主耶穌。因為日點鐘面前，一間5啲有機會嘛；日面前，一間5啲有機會嘛；日年過面前，一間5啲有機會嘛。根本一聽到，就係一間嘅機會。根本一兄弟姊妹聽到，就係兄弟姊妹嘅機會，謙卑打開心，信任耶穌基督係一個嘅天父，係一個嘅上帝，係一個嘅救主。唔好硬心，唔好硬性，你得到嘅恩典，我祝福嘅平安快樂，隆重兄弟姊妹要聽嘅，我禱告你得到呢個福。哈利路亞，阿門。隆重兄弟姊妹係有問題，可以聯絡我嘅電話出嚟，下俾你做嘅。好啊。